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10月2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4篇第1到第8节，列王记下卷20章12到19节，希伯来书第7章第1到第10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祸与福。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祝福的生命，但是我们必须先去界定什么是福，或是说福的意思是什么。基督徒所说的福跟一般人或是传统民间宗教所说的福是不一样的。每年的过年的时候，总是会看到很多人在门口贴上春联，其中有一个是大大的四方形的福，然后就180度的倒放，然后他们就会说福到我家，福气临到我的家，这是他们的追求。昨天我们也提到了耶稣基督他的教导，他所吩咐门徒们的诫命，就是要彼此洗脚的这样的呼召。这样的祈福角度跟基督徒的这个完全不一样，一个是福到我家，一个信仰却是使人得福，这是完全不同的。有一位姐妹跟她的朋友去散步，他那一位非基督徒的朋友看到庙宇，就告诉姐妹说：“我要进去一下，我要去抽签来求福。”那过了不一会，这位朋友呢从庙宇出来，姐妹就问他说：“你刚刚求什么？”他的朋友这样回答说：“我就祈福啊，祈我的福气啊。”姐妹又问他说：“那你有没有帮我求啊？”朋友就回答说：“没有哦。”姐妹又再回答说：“但是我在我们家里都有为你祷告。”基本上这个凸显了出基督教信仰跟传统宗教、民间宗教对福气的角度看法不同，做法当然也不同。另外，我们从基督教的信仰，比如说耶稣基督的教导来看福气的话，就会更不相同了。我们从山上宝训，耶稣基督的教导，他这样说道：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第5章3到12节，耶稣基督在山上的教导。这一些所谓的蒙福的条件，在那些非基督徒未信的人的眼中来看，会认为这个不是福气啊。他们会觉得是说，哪有祝福是因为
哀痛？哪有可能因为饥渴就是祝福？哪有可能因为清心寡欲就祝福？福气不是要都自己的吗？这是他们的想法。因为受逼迫而蒙福，好奇怪，对他们来说。因为受辱骂，这是蒙福吗？这个同时，这一段的教导，同时也表明了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其实也充满了各种不同的境遇，有蒙福，也可能遇到灾难，如同约伯所遇见的试探一样，基督徒也可能面对极大的压力，以及所面临的苦难。或许我们可以讲，这个是义人的祸福。那我们要来定义什么是义人呢？义人的定义是犹太人或是基督徒，但是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有多好，多么的让上帝喜悦。其实因为上帝有恩典赐下，因此称我们为义人。保罗说因信称义。什么是因信称义呢？是因为这个相信，然后就被上帝呢称为义人。又说因信成圣，就是因为这个相信就被成为圣，或是因信称圣。因信得救，因为相信就蒙救，这都是被动的。基督徒会不会遭难？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在山上宝训里面听到的就是这样子啊。以色列人会不会遭难？当然也是肯定的答案。那为什么还有许多人认为上帝是不公平的？其实那是因为我们不明白救恩以及圣经的原则。按照旧约的这个记载来看，大多数是外邦人跟外邦国家受到灾难，被灭绝，好像以色列人都没有事。其实我们忘记了出埃及记的10灾，以色列人其实也共同的面对，或是说同时也面对这样的灾难，并不是他们不需要面对。我们忘记了以色列人也遭受了外族的攻击，特别当他们离开上帝背道而驰的时候，上帝兴起了外邦的国度，如亚述以及巴比伦，来灭了以色列国，并且把以色列人给掳走了。我们忘记了以色列人在以斯帖还没有当皇后之前，曾经差一点点被人灭族了。我们也忘记了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以色列人遭受极大的屠杀，死了很多人，甚至他们因为背叛离开上帝的真道，亡国2000年。其实背离上帝的人都要遭难，像这个犹大，像约拿。有人问说，为什么非以色列人、非基督徒都无法像以色列人一样得救呢？这个其实是一个好问题。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或是我们应该这样的来想，他们是靠错行了，找错了靠山。以色列人虽然时常叛逆离开上帝，但是他们终究知道要归回上帝的真道上。
因此他们可以再一次的回到上帝的面前，得到救恩。然而那一些不认识上帝的人们，甚至他们可能有机会认识上帝或是救恩，却硬着心肠否认拒绝救恩的这些人，犹大是一个例子，那法老王是一个例子。当然他们就必须要去倚靠选择他们认为的神明。那问题来了，这些神明到底能不能保佑他们？我们来看看出埃及记当中这个心理刚硬的法老王以及他所倚靠的众神明，他们并没有办法保佑他们脱离一些天然的灾难，但是倚靠创造天地的上帝之以色列人们却可以，这就是差别了哈。基督徒千万不要以为信了主之后就不会遇见灾难，不会生病，不会死掉，其实不对的。或是我们就如同约伯一样的心态说，在上帝的保守里面，我绝对不会遇到这样的困境，这个都是错的。我们会遇到困境，但是可确信的是，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信实的。我们在苦难当中有依靠，并且是唯一的依靠，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最后，我们以诗篇第34篇第1到第8节来一起阅读，然后一起祷告。我要时常感谢上主，我要不断的赞美他，我要歌颂上主的作为。愿被压迫的人都听见了，都欢喜，要跟我一同颂赞上主的伟大。我们一同来赞扬他的名。他祈求上主，他就垂听，他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被压迫的人仰望他，他就有喜乐，他们永不至于失望。上主垂听孤苦而无助者的呼求，他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上主的天使保护敬畏他的人，救他们脱离危险。要亲自体验上主的美善，投靠他的人多么有福啊！这个回答了我们刚刚问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祷告，恳求天父保守我们，当我们遇见苦难的当中，仍然能够坚定的相信，持守我们的信心，依靠主来得胜蒙福。阿们。